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丽莎。自从我开始学台文了后，我就定定会去注意到路边也是电视上一寡用台语发音写的空板话句。趣味是，我即摆转来台湾，我竟然发现我即马看到这个空板话句，拢会自动伫我的头脑内底甲伊改转来正确的字。所以即摆我是要来甲大家分享一寡我伫我的故乡高雄看到的一寡无正确台文空板。娃娃 TV。食丸米是一间开伫凤山的冰店。食丸米用教育部推荐的汉字应该爱安尼写。食丸米内底的这字“食”会当讲是上接出现伫饮食相关的空板顶悬。毋过大家可能也无惯势甲这字读做“食”，所以足侪人拢是借用华语音的字。毋过你敢知影这字的华语毋是读做“食”，是“蛇”呢？好米仔是一间开伫咧林仔区的手工饼店。好米仔用教育部推荐的汉字应该爱安尼写。好米仔用华语来讲就是好东西的意思。我咧想，这个店头家号这个名，应该是要表示因卖物件拢是好米仔。较过来早餐店是一间开伫咧三明区河堤社区的早顿店。较过来早餐店用教育部推荐的汉字应该爱安尼写。伫一寡较本土味的店，也是拄着一寡较热情的店头家，因就较会伫人客要离开进前讲有闲较过来坐。我感觉这就甲华语的欢迎再次光临共款。我是感觉这间店的头家真巧，号这种名就是直接甲人客讲较过来哦。另外，早餐店伫台语内底是讲做早顿店哦。幺八叉是一间伫林仔区武庙附近的餐厅，因主要是卖炒饭、炒面的。幺八叉用教育部推荐的汉字应该爱安尼写。幺八叉就是不管是巴肚枵也是食饱拢会炒，意思就是无理取闹的意思。这间店因为是咧卖炒的物件，所以因毋是用足菜的迄个炒，是炒菜的即个炒。我咧想，即个店头家号即个名，应该是希望人客巴肚枵会想要来食因炒的物件，食饱嘛会炒讲搁要来食。高雄新百姓日头汤同款是开伫咧武庙附近，看因的名就知影，因是咧卖日头汤的。其实嘛有红豆汤、薏仁豆花。高雄新百姓日头汤用教育部推荐的汉字应该爱安尼写。台语内底有一句俗语叫做“先饼先，还是交济天”，意思就是讲两个人在冤家相拍，毋过无辜受害的是第三者。亲像人翁仔某咧冤家，边仔的人看到是要去帮忙排解，毋过煞去扫着风台尾，这就是“先饼先，还是交济天”。这间店甲这字“先”改做这字“先”。我想应该是要表示因的物件足青的啊。这字伫台语内底有两种读法，一个是鲜，另外一个是青。和时代是一间开伫咧高雄大学附近的餐厅，咱为伊的名字会当看出这间店的头家应该是姓何。时代应该就是这个时代的这个时代。所以何时代，讲的就变做好时代啊！好时代用教育部推荐的汉字应该爱安尼写。我咧想啦，这个店名嘛会当有另外一个意思。这间店是开伫咧大学附近，主要的人客应该拢是遐的学生啊，所以应该是咧讲这个囡仔真正是有够幸福，有够好命，生伫咧一个好时代。安尼我有解释无？乌多摆机车行是一间开伫咧凤山的乌多摆店。乌多摆是外来语，是为日文的乌多摆来的，所以伫台文内底基本上是无汉字通好写，敢若会当甲写做台路，也是白话语名。毋过嘛有网友建议会当甲写做乌色的乌、巴肚的肚，甲水歹的歹，乌多摆。毋过我还是感觉写做台路会较好啦。好，另外我阁来讲一个乌多摆的小知识。头拄仔咱有讲过，乌多摆是为日文来的，
毋过咱台湾咧骑的即种乌多摆，伫日本是叫做乌多摆。日本人甲这叫做 scooter， 就是英文的 scooter。日文的乌托摆讲的是咱台湾的迄种重型机车。另外 ，bike 伫英文内底是脚踏车的意思。毋过伫日文内底 ，bike 是咧讲包括 scooter 甲乌托摆的机车。日文的脚踏车是叫做自転車。强强棍麻油料理是一间开伫咧灵武咧做麻油料理的餐厅。强强棍麻油料理用教育部推荐的汉字应该爱安尼写。强强棍就是少灵气、少老练的意思。另外，佫有一个意思，就是咧形容迄水安尼滚起来迄种画面。即间店号做强强棍麻油料理，我有2种解说。头一种是因餐厅有足侪麻油料理的。根本就是麻油的天堂，所以用强强棍来表示。另外一种意思就是麻油料理食落去，你就会规身骨热甲强强棍一直咧流汗。即间上盖青槟榔，我伫高雄几个所在拢有看过。上盖青槟榔用教育部推荐的汉字应该爱安尼写。咱上盖青的即个青，有人读做青，嘛有人读做青。上盖用华语来讲，就是做的意思。我即个手机是即马市面上上盖好的，意思就是上赞、上厉害的。阿明甲阿华拢真差，毋过上盖差的是阿花啊，意思就是讲阿花啊是一个比阿明甲阿华搁较差的人。好，即间上盖青槟榔内底即个青色的青，应该是表示槟榔的色青色。按照即种上盖青的即种名，应该就是要表示因的槟榔的色是上青的，就是深绿啦。因就是支持民进党的，无讲生笑的。除了即个青以外，我认为嘛会当甲写做即个青，因为槟榔的另外一种讲法就是青啊。另外嘛会当用即个青，咱头前有讲过，即个会当读做鲜甲青，上盖青。就表示因的青仔是上青上好食的。即句现做的上青，并不是任何餐厅嘛，毋是在卖青仔的。这是就伊要选矫情人物大手大写，嘛是即卖现任的高雄市议员区准宪的扛棒口号。伊取伊的名区准宪的宪，甲高雄的雄华语连发，来表示伊是高雄出产的青年。即句现做的上青，用教育部推荐的汉字应该爱安尼写。所以即句现做的上青，嘛会当甲解释做伊是上新生、有想法、少年会做代志的议员，甲遐老酷酷袂做代志、臭屁气的议员无共，所以叫做现做的上青。好，我即摆做即个题目，并毋是要批评啥。我单纯是感觉遮个空棒介趣味，顺便会当来教大家一寡台语字。我知影真侪捌台语文的人是感觉用即种火齿文的字来做台语字，会增加互社会入捌台语字的困难。毕竟即摆捌台语字的人真正是少的。大家毋知影正确的台语字安怎写，即个字看久啊，会认为迄就是正确的。所以我个人是认为，亲像迄种报纸、电视新闻，甚至是电视节目，要用台语，就应该爱用正确的台语字，较袂互民众去误会。其他亲像用伫店名、口号的即种扛棒、海报，我个人是感觉无差啦，因为这是人的创意，是人名，是口号尔。华语嘛有真侪即种的，亲像想太多、夜太美、太好吃、时光机。有诶商家只是想要号一个趣味诶名来吸引人客，有诶是结合伊要卖诶物件来号名，互民众一看就知影即间店是咧卖啥货诶啊。好，我是Lisa，今仔的影片就到这。大家以后若是伫恁诶县市嘛有看到即种用台语发音诶空棒，嘛拢会使翕落来寄互我。等我收集了有够，我才过来做一集来甲大家分享。你若是有喜欢我今仔的影片，嘛袂记一寡市赞过来分享出去，也袂电话观众朋友嘛，袂只是只电话就靠不线动，安尼可能顺新影片通知哦。另外嘛，袂记你使会员制都已经开始了，欢迎大家加入来甲我支持一下哦。另外，Lisa嘛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嘛，欢迎大家 follow 一下赞的哦。好，安尼后一个节目再会。